在我身后这个呢，就是在宝山这边，大家很喜欢来到这边的一个拍照打卡圣地，它叫做种子星球哦。而且可以看到它这有用很多的一些废弃的家具啊、漂流木啊等等，把它做成这一个很漂亮的装置艺术。那么既然来到了这么有艺术气息的宝山呢，我接下来要来体验一个手作 DIY， 把艺术的宝山带回家。宝山这里，无论是天然的山景，还是充满设计感的艺术美景，都让人疗愈万分。但是还不够，我还安排了更疗愈的行程。这一站，我不是要挖宝，我是要自己做一个宝贝带回家。哇，凯婷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嘿，穿的蜡烛吧？嘿，人家做成那个就，可是我怎么有一点闻到一种香气？那就必本哈，对，做得表香的，浸珠係麼？嘿嘿嘿。哦，就不用浸珠哦。玫瑰你是放表玫瑰。我试试闻闻看。啊，草芽干吗？你是有干吗？真的有玫瑰的香气耶，然后就干吗给美水。真的耶，好神奇哟。那现在正在点这什么味道呢？哦，也是，因为它给抹的，也是抹掉的。哦，所以可以客制化。真的？你可不可以点蜡烛吗？我自己有喜欢在房间里面点蜡烛。而且特别是我喜欢有加这个浸珠给蜡烛，我用。这个蜡烛工厂里面的蜡烛款式真的是五花八门，一颗颗彩色的小方块，按照我喜欢的配色排到模型里面，接下来就要等它冷却喽。哇，真的有狗的形状哎！哦，好美，好疗愈哦！你看。今年刚好又是狗年呢，绕进珠给蜡烛香香啊哎，进珠用了给真的就是不一样。对，我挑了比较温柔的颜色，因为看上去更疗愈了。绕进珠给蜡烛香香啊。